去接我啊！二姐还救我？不小了，外甥女儿快起来，这旁坐下。外甥女儿，我看你身体单薄，啥不生意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是小肚病，总为去晚事期，便去牙到此尽了。就把我身边的那个四卷牙关接了对我好丝滑，老太太真是想得周到。请过林姑娘，老祖宗，林妹妹这个师傅也真太好了。这倒不必了，就让她暂时住在这里，我靠得近一些，等服了寒风，到明春天再另做安置吧。哎呀，林姑娘一来，老祖宗就离不开她了。
下。哎，妹妹，请坐。妹妹，钟灵，名唤妹哟，小灵，不是。好，我说妹妹也是，我的明明两字真妙啊！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上把村考当真，西双印上，明白可是何在之梦？看妹妹眉起是冲，去是公子，去是成妹呀！聪明啊！
宝姐姐，你快来我的，七姑娘等将，快点你！我这个倒没这么好快的，这个长夜也写了2句就完了。不离不弃，当领妖精，哎，这正好和我子一般呢。宝弟弟，那宝姐姐，你比我熏得好香啊！我这一趟熏香，好好的地方，为什么要熏香呢？哪是这么香呢？哦，像这么早起，吃了冷香味的香气。冷香味，那么好闻，哎，请我一位长生吧。你语文老了呀，这么好下起你，这香气好闻嘞！阿姨，我到小小混照顾了，林姑娘啊，不在。宝兄弟，我不等他俩，跟着这句吧。好吧，我送宝姐姐出去，请。林妹妹，那我陪你去玩吧。看一晚上，我生意真容易。哎呀，好妹妹，你来快嘛！
不仅忙中进目的，这个王刚是下来的呀，什么可以让他拿过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的，我要香的，哎，香的。你要这个香的，那还容易。王子进来一个人为纪念忠良，咱家对我也为做也为敬，万一什么亲的、牛的。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这个人，我们两个一出去一道菜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谁来的呀？岂不为了他而收养你的你？我难道叫你去抚养他？那么怎了什么怎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不知道你的心，还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真的呀，对话，你这样去王府打开来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把生死孩子真正独为，就什么都不怕你。你再也不唱戏了，我再也不愿陪人欺负你。
宝
宝弟弟，你不要听他的心。二爷，二爷，什么嘛？老爷说跟我来说话，咱家一是老爷，明这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叫二爷准备准备，明着好为他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。宝弟弟，你请我想想，老爷来我这边人他，还总是要我去人吧？你这是为什么你？此番子你能宁愿健康，所以才教你。我目的是过少数女人的所生万良，我真不愿意这些我主人来花你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下给不了，世界上哪有个姑娘不管的这类娃，只有心思。先将本与你逃离，宝兄弟，这倒是要给一位好你，宝兄弟。二
带领上去做什么？家里成人要接力，本要你关情爱成，继承又靠开相马的叛徒，气得畏畏缩缩的。他到底的了些什么数？听知道了些流言文化的胡子里，原来是今日的淘气。等我孔亮洗不了你的皮，就是不当今的算账。是，刚才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不下去读书。是。有人来见老爷，方是有情，有情。请老先生做主，方大人选令，约分好分与分派，也不必等了，只需用老先生一句话去完了。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清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3夫人不见委屈。此次情遭无常，请臣内忠臣转折，其关于领了包月，相交陈惠。
我家父死里追忆自头，富贵功业自家，竟成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莫非老汤不可？拿绳子来，老爷，拿绳子来，拿绳来！老爷，要是我的侄儿为我在世上的话，即使你当此一个宝牛，就是当此100个宝牛，我也不管。只是至今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老爷，求求你饶了他，饶了他，走来。好，你一定要勒死他！你先把我勒死，先把我勒死！老爷，
事，何必自己走来？或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和我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此事我一直没养过好儿子，且叫我何在这去？让他做儿子的此次管家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说此话，做儿子的是我受当得起呀！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紧走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包女经受得起了吗？兄弟，要是没有你的悉心照料，他身上的伤就不能好得那么快了。先生，听说你进来丢了一只戒指是吗？是啊，还是看他3千亩的你啊，我这里倒有一个，你先带着吧。啊，不，这怎么死的你带着吧，这是总不及他的好。姑娘，你没有多钱，我连杯茶都没有倒。老姑娘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去倒茶来。不用了，坐一会儿，不用了。
好了，想必你来了许多时候了吧？我刚走，因为才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来请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我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虽不但他吧，我一来是来望望你，二来听说你近来又多了几岁心思，倒想来拜托一番你。知道的多了几岁，总不欠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你。那么请到里面来吧，请。姑娘、北姑娘，于是么是跑来去说着，叫我们不言三更的不得睡觉。
娘儿们今天苏醒了也了啊！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尽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叫他可难的，时常叫他弄样好吃的东西来消解。哎呀，姑妈就是了，要么老祖宗啊，这是也神算，要是不也神算啊，早把我给吃了你。
了吧？这两句你听不清？迄今今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否求死的归文，怨恨难我认错了，快！
起了对鸳眉，遍体深愿梨花心。那一日你梦儿都不离人，今日又比此个别子把人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宝姐姐来做过一回，只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处，害我为去问他都在，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大概了我倒是小子，要是有什么宝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你万事这些话，你到底还是欺我呢，你还是谁我啊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金都抱起来，快，我觉得有点晚呢。妹妹，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是说空，什么放心，不放心的？你哭个不明是我。身上有你心中有错了吗？你提起不那去来问你，提起为我生气了。我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给他真的不明白做，不但我凭着宝贝良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不会。才懂了这件事情，关关一心，你就会好。妹妹满意，你叫我真正一句话真正好不好？我可以的，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是去买菜，我生有话要问你。妹妹今日身体怎么样？
夜里瞌睡好一些了吗？瞌睡倒好一些了。阿弥陀佛。紫娟，妹妹去烟雾了没有？哎，我正要问你，这烟雾是谁进我们的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连录了一部风声。原来是你说的。我们真才你好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个妹生送一辆烟雾来呢？原来是这样啊！烟雾吃惯了，吃上2、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也要多谢你的心了。天气那么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身上穿得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大爷，从今后我们说话天说话，可不能同水同吃的啊！一念他2年小，娇生困成不尊崇，那些文绉的臣背后都会是你的，可你总不能信。万我小时候一般认为，这是合适的你啊！可是姑娘也吩咐我们不要和你失笑，你看他前来援着你，可还援不起你。大爷
为子们裹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自己，老师公，林姑娘是个有心的人，至于宝兄弟，不必言语，倒是有的。此事早把他们打开了，岂不是露了痕迹？老太太因我看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及宝女成了亲，也免得将来唱出什么祸来。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。我也正想到这一层了。只是，老祖宗太太爷爷不是真当着天配的姻缘吗？在哪里呀？一个金书，一个宝女，老祖宗你怎么忘了呢？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这女儿真与宝女与谁而私心？要是知道宝女定了宝钗，早晚生出什么事来？自然先接宝女娶亲，然而再接林丫头找婆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，后是自己。至于宝女娶亲一事，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。你们都听见了，此事可不许传出去。上次坠落了一个字，小心打乱你们的良料。老太太，好端端的怎么委屈？快起来说吧。是，这话奴婢本是不惯讲的，也非没法子，只好讲了。他心里自有不灵姑娘，此情啥子去拼的事，恐天他的儿子因为他倒不知离生落雨现在老太太能提旁是千里
好色，这宝牛真是这样，那倒叫人难了。难道不难？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啊！不知姑妈看不看？你只管这嘞，下去。老祖宗，这件事一目看，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。父亲人可用自觉的小牙关，带宝牛这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暂且莫爱的
哎呦呦呦！这个比较。你是说，走，就是为了帮你要去报娘的事情。
你心情吧。当上司令，我们四川是才来替我使唤的。这司令姑娘，我也恳请你。你这我对我的同志，可我全上的你，你怎么去为你敞开看？娘，我是让你才去给女子呀。好吧，既然是你，跟我走吧。走！下步都不去，上的是走谁的？妈妈，妈妈，姑娘，姑娘。
这妹妹，你是不是好了没？说好也没有请你，就算看到了他的事，宝女啊，你有完成的啊，我知道。这妹妹，今天是龙虎大庆，天上人间，是地界。
心酸的时
儿
有你的事，你这俩弟弟，你这个三弟，你说的好，我说出来的。那个光，说我是一个。